有朋友問到咧1299喎，點睇啊，林 Sir？之前咪同你解釋咗啦，我數過差唔多260隻嚇，大部分係美股，最大嘅咧就係咩咧？佢係揸住 S&P 500嘅 ETF 嘅，其他嗰啲咧就係揸嗰啲債券，揸嘅債券咧嗱有平均20年嘅債券，亦都有揸隻咧係7至10年嘅債券，兩隻嘅揸咗好多㗎，咁亦都揸埋Microsoft 啦，好多嘅美股 Nvidia 佢都揸住啊，所以嚴格上嚟講咧，佢其實有一個少少嘅叫 ETF 嚟嘅，咁美股一升翻嚟嘅時間，咁佢個價格係咪直接就升翻咯？所以佢揸住個淨係美股呢方面個資產值閒閒地都講緊係幾十億係美元咁多㗎嚇，咁所以咧美股 S&P 升翻咁多，咁佢咪又跟翻就升翻咁多咯。如果你睇翻喂4月中嘅時間，哇美股嗰陣時砰一聲，嗰陣時嘅小型股災。如果你嗰陣時喺美股嘅底部，你又跟住買翻呢一個友邦保險嘅底部，咁你哇48個幾啊49年都買到，今時今日你咪賺錢咯。咁當然啦 S&P 500亦都係反彈翻咁多啦。咁所以你如果想捉佢一路咧，其實你睇 S&P 500咧就好接近㗎啦。